TVB 前花旦晒近況，離巢後做女強人，交往對象非富即貴被指拜金。TVB 前花旦廖碧兒已經淡出圈多年，不過私下的她仍非常喜歡分享自己的日常，因此粉絲們都可以通過其動態來了解其生活。熟悉廖碧兒的觀眾都知道，離開 TVB 後，她去進修了學業，並且考了關於紅酒的證書，一步步的開拓其紅酒生意，如今做的也是風生水起，不但收入不菲，就連很多有名的商業會議中都可以見到廖碧兒的身影。近日，難得忙裏偷閒的廖碧兒曬出自己的近況，只見視頻裏的她打扮得很美，一頭大波浪，看起來使其更加成熟。牛仔褲搭配深色的休閒上衣，手上還做了美甲，顏色雖然不亮眼，但是給人一種很清新的感覺。或許是為了上鏡更美，廖碧兒專門化了妝，雖然不是烈焰紅唇，但是也提亮了膚色，使其狀態更勝從前。不得不說，雖然就快接近半百的年紀，可是廖碧兒的皮膚狀態還是讓人十分羨慕的。或許談不上很白皙，但是幾乎沒有什麼細紋，相信私下的她也是保養得宜。短片中的廖碧兒正在約宵夜，據悉由於當天的工作過於忙碌，她想要通過美食來犒勞自己，於是拿出了家中的魚子醬。魚子醬的包裝很精美，而全程廖碧兒也是吃得津津有味。就算隔住熒幕，很多網友都表示聞到了香氣。雖然曾是女明星，但是廖碧兒並沒有偶像包袱，她約起來完全忘了自己在錄製，難怪有不少網民留言勸廖碧兒，讓她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。還有個別網民稱，如果不是多看了幾眼，完全沒有認出視頻中的人是廖碧兒，因為她和之前相比真的有很大的變化。難道每個人都難逃中年發福的命運嗎？其實客觀而言，廖碧兒整體保養的還是非常不錯的，身材也沒有過分的發福，更沒有歲半到讓人一眼認不出，而且她依舊很爽朗。就算如今不在熒幕上活躍，但依然堅持輸出一些正能量的東西，這一點還是讓人頗為欣賞的。部分網友看了廖碧兒的動態，都將其與大台力捧的小花劉穎璇聯繫起來，大家認為廖碧兒就是劉穎璇的中年發福版，加上二人都是鬼妹仔性格，就更加讓人難以區分。確實細看之下，二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看來大台的高層多年來捧人的標準都沒有什麼變化。話說當年參加完選美進入 TVB 後，廖碧兒就獲得了高層的重視，她的資源很好，幾乎一出道就已經有擔正的機會。工作上順風順水的同時，廖碧兒還和陳豪談起了戀愛，男方對其寵愛有加，不過後來二人還是和平分手。外界傳言是女方嫌棄陳豪無法滿足其物質需求。之後廖碧兒交往的都是一些富家子弟，也因為這樣被貼上了拜金女的標籤。但是她本人並不在乎，反而用實力證明自己即使豪門，根本不需要男人養活。如今的廖碧兒依舊單身。他也很想有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，但是緣分始終沒有降臨，他唯有繼續等待那個對的人。廖碧兒之前出席活動，與一位神秘男子走得很近，不知道二人是否有不為人知的關係，暫緩還是坐等當事人官宣吧。